你好，我係楊明霞中醫師。喺古宮廷裏面咧，3000寵愛在一身。究竟慈禧太后點樣可以保持70歲嘅時候又有17歲嘅皮膚呢？相傳咧佢好識得美白㗎喎。咁我而家就同大家解構下，究竟佢點樣美白㗎啦？台面上面咧可以見到有白術啦、白臉、白閃皮、白芷、白茯苓、白附子、桑白皮呢7隻白氏家族咧，其實佢主要嘅作用就係抑制酪氨酸酶，令到咧黑色素冇咁容易生成。咁另外咧就係有當歸啦，同埋丹參。當歸同埋丹參咧可以令到我哋身體咧嗰個活血嘅作用會快啲啦，令到面色更加好啲。咁另外咧就有薏米同埋甘草。薏米同埋甘草咧就可以令到咧我哋游離基可以清除，咁以免除咧嗰啲游離基咧去侵襲我哋嘅細胞，造成黑色素嘅。咁做法非常之簡單啦，就係你可以叫藥材鋪咧，就將所有嘅中藥咧磨成細末，咁台面上面可以見到一大堆就係㗎啦。咁磨成120目啦，咁然之後咧每樣嘅中藥大概用2克到，咁用水咧調成一個糊狀。咁咧做嘅時候咧好簡單，首先咧就係當呢個係面部嘅皮膚啦，咁用一個方向掃翻嗰啲位置，要好均勻嘅。咁然之後等15分鐘咧就可以將佢抹走去㗎啦。咁如果咧你個皮膚好乾燥嘅話咧，可以加啲蛋白啦，或者係蛋黃。蛋白嘅作用咧係會比較輕少少嘅。如果係比較容易出面油啊嗰啲人可以用蛋白。咁如果係乾燥乾到甩皮嘅話咧，就可以用蛋黃。因為咧雞蛋佢本身咧就係有卵磷脂，咁佢可以有保濕嘅作用嘅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係秋冬天氣嘅話咧，可以加少少蜜糖啦。蜜糖佢本身咧有啲多糖嘅，咁佢可以令到咧嗰個保濕嘅作用更加強一啲。咁過咗一陣間啦，咁就可以咧將頭先嗰個面膜粉咧可以抹走去。咁喺屋企咧，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就洗一洗、沖一沖咁就得㗎啦。咁跟住咧，外敷嘅方法咧就教咗俾大家啦。咁內服究竟慈禧太后點樣係有美白嘅作用呢？咁呢度咧台面上面咧可以見到佢最中意嘅三花茶。三花茶做法好簡單嘅，首先就將韓菊花啦、玫瑰花、素馨花等份，大概9克度啦，每樣嘢。咁韓菊花咧就有清熱明目嘅作用，玫瑰花咧就係有活血化瘀嘅作用，亦都可以疏肝嘅。咁素馨花咧就係加強玫瑰花嘅作用，咁就可以令到咧嗰個玫瑰花更加容易疏肝。咁3隻藥加埋一齊咧，就有一個疏肝清熱嘅作用之餘咧，咁佢可以令到咧我哋日常嘅心情好啲咧，喺經期前食用係最好嘅。咁呢度就係我所介紹俾大家嘅美白方法。